台北西门町今仔日透早有人摕刀仔甲人抬，一个姓辛的韩国留学生甲朋友行过昆明街，所有一个食酒醉姓周的查甫人，就是家己互因银，就摕刀仔甲留学生的脚趾片开着伤，佮酒驾离开现场，落尾互警方查落来，按照杀人未遂、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。讲是画面当中，姓周的男性对后斗提出插刀，看起来是要做歹。透早6点外，伊甲朋友伫西门町啉完酒了后，伫昆明街开讲，却认为经过姓辛的韩国留学生家银，竟然举刀冲过去，甲留学生的脚趾片扑着伤。男子返回车上时开3刀，攻击该外籍男子，造成外籍男子右背部受伤，无生命危险。警方立即调阅监视器，然后掌握犯嫌。警小姐调报案到场，甲留学生送去中乡病院救护，急救了后无性命危险。姓周嫌犯甲人扑了后，佮食酒洗车逃走，伫中山区互警方抓落来逮捕，食杀人未遂、公共危险罪官司。该铐要铐起来。留学生甲规个过程，佮有脚趾片受伤的情形铺上网，讲无法度相信伫西门町会发生黑白扑人的案件，佮表示台湾的治安真好。我们的游客也是要保障他们的安全啊，加强那个警方的那个巡逻之类的。常常都有酒客就是喝醉酒闹事这样子啊，警方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效率也是蛮快的。对外籍学生互人扑的代志，民众认为讲代志发生甲真突然，也若受伤的留学生因为要休困，无爱互媒体访问，因为伊是来台湾学华语的辅大华语文中心的学生。辅大是表示案发了后，已经有师傅甲老师去甲伊看，后续若有需要会甲伊协助。国际新闻采访报道。